伫咧新北市北里的台北港，今仔日透早4点外发生一件公安意外，有一个泰国移工伫咧北延新北环做工课，过程当中有一只拖船协助伊耍物件，结果技术因为安尼，这个移工徛无在摔落海，佫弄着颔棍。落尾其他的做工仔人甲伊救转去海岸边的时阵，已经无咧喘气。消防人员到场对伊做 CPR， 而且送病院急救，落尾又是救袂转来。 虽然是假日期间，台北港也是有袂少工作伫进行。初六透早4点外，煞发生一件公安意外，致使一个泰国籍移工死亡。人员含我们的安全设施坠落到他的沉箱的内舱，在拖航过程中，跟家属保持联系，会给予最优渥的赔偿。另外呢，就是针对这些想一些精进的改善作为，让这个事故以后不会再发生。 这个泰国籍移工伫台北港北延新北环沉箱检控区进行沉箱拖航作业，一只施工拖船要协助塞顶动，造成沉箱煞出去，结果这个移工徛无在摔落来，去弄到颔棍了后，搁扔落海。尾仔去互其他工人发现，甲拖倒来岸边的时阵，伊就已经无气啊。消防人员到场，原来有做 CPR， 马上伊抢救，不过也是救无倒来。 有2艘拖船一艘拖船在推，另外一艘拖船在拉。作业过程中呢，因为晃动，造成工作台的劳工呢，总共有13.5公尺高，头部受伤不治死亡。他沉下面上呢，作业的时候必须要有防止人员坠落的设备，他已经违反了这一条法规。治安法的规定呢，最高处以30万的罚款。 基隆港务分公司回应，施工厂商照规定通报路检。建安市北区中心是讲，目前拖航暂时停工，依照规定，相关的作业必须要有防护措施，这点已经违规会做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